使徒行传第2章，五旬节的日到，信徒拢聚集伫一所在。忽然有声对天顶来，亲像透大风，充满因得坐的规间厝，阁有亲像分开的火枝对因出现，飘伫逐个人的顶面。因拢受圣神充满，照圣神予因的才能，开始讲别种语言。这时有一寡虔诚的犹太人对世界各国来，住伫耶路撒冷，听到这个声响，众人就拢聚集过来，因为逐个人听到信徒用因的本地话对因讲话，说硬气。因就惊，阁奇怪，讲：你看，这个在讲话的，拢是加利利人，咱哪会听到因，拢用咱逐个人的本地话在讲话？咱这帕提亚人、米泰人、伊兰人，以及对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甲加帕多加、本多、甲亚细亚、弗鲁加、甲邦菲利亚、埃及、甲瓦昆古尼内的利比亚地区来的人，嘛有对罗马来的出外人，内面有犹太人，甲改装入犹太教的人，阁有吉利德人，甲阿拉伯人。咱竟然听到因，拢用咱的本地话讲起上帝所做伟大的代志。大家就惊，阁戆影，问来问去，这是甚物代志？有人起笑讲：这个人是啉新酒得醉。这个时，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，大声对众人讲：犹太人甲所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恁就知，注意听我的话。这个人毋是照恁所想得酒醉，即阵才早起时9点。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。上帝讲：伫将我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所有的人。恁的囝甲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会做梦。搁伫遐个日，我嘛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我的奴仆甲女婢，因为讲预言。我要伫天顶显出奇事，伫地上行神者，有火、火甲烟雾。伫主大国荣耀的日来临以前，日头会变做黑暗，月变做亲像火遐尼红。迄时，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以色列人，恁着听这个话，照恁所知，上帝通过拿撒勒人耶稣伫恁中间行权能、奇事甲神者，来对恁证明伊是上帝所指派的。上帝照伊有定的旨意甲计划，将耶稣交予恁，恁用无律法的人的手，将伊钉伫十字架顶，甲伊杀害。上帝甲伊解除死的痛苦，予伊国活，因为死无法度甲伊控制。大笔捌旨意讲：我看见主不是伫我的面前，因为伊伫我的正边，予我袂摇动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会真快乐。我这个未朽烂的肉体，会靠五望来活，因为你未将我的灵魂放杀伫阴间，嘛未予你的圣者朽烂。你已经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予我伫你的面前充满欢喜。各位兄弟，关系先祖大笔的事，我好胆甲恁讲，伊已经死，阁埋葬啦。伊的梦今仔日还伫咱遮，伊是先知，知上帝有对伊咒诅应允，要对伊的子孙任命一个做王来坐伊的宝座。大笔先看出这个代志，关系基督的国话，有讲伊无受放杀伫阴间，伊的肉体嘛无朽烂。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有予伊国活，阮拢是这项事的见证人。伊已经受高升到上帝的正边，佮对被领受所应允的圣神，伊现在将这位圣神摒落来予阮，就是恁现在所看见佮听见的。大笔毋捌上天，毋过伊讲，主对我的主讲，
你坐我的正边，到我互你的对敌，做你的脚垫。所以以色列全家就确实知，你应该顶12架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任命伊做主、做基督啦。众人听到这的话，心内真刺插，对彼得甲其他的使徒讲：各位兄弟，阮应该做甚物？彼得甲因讲：就悔改，逐个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。因为这个应允是要互恁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一切伫远的所在的人，就是咱的主上帝所呼召来归依的人。彼得各用真侪话出来做见证，劝勉因讲：要救家己脱离这个社会世代。对安尼领受伊的信息的人，拢受洗礼。迄日信徒大约加添3000人，因全心领受使徒的教示，参与团契生活，擘饼祈祷。使徒行真侪奇事神迹，引起众人敬畏的心。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，所有的物公家用，阁袂加散财物，照逐个人的需要分予大家。因逐日同心合意，伫圣殿聚会，阁伫一家一家擘饼，用欢喜诚心做伙啉食，上赞上帝，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，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予因。